第二場折子戲係穆桂英招親。嗱，講到宋朝期間喺北宋期間咧，宋朝同北方嘅遼國經常戰爭。呢一次遼兵大舉犯境，朝廷派遣楊家將領兵抗敵。點知喺前線遼兵佈下一個好古怪嘅陣，個陣好得意嘅喎，好似個天字加個門字咁，個個都宋兵都唔知嗰啲係咩陣。於是叫軍師嚟睇下啦。宋朝軍師嚟到一睇，咦？呢個陣叫做天門陣，要攞到降龍木先可以破呢個陣嘅。降龍木喺邊度咧？原來喺木柯寨。於是呢場戲係講到楊宗保奉命去木柯寨借取降龍木。去到木柯寨咧，見到寨主個女穆桂英。穆桂英見到楊宗保英雄少年，細問之下，原來係忠良之後，心生愛慕。於是兩人呢，一於喺陣前比武。結果如何呢？一齊嚟欣賞下。呢場戲呢，連場武打，非常精彩嘅。為我哋演出嘅，我哋有請，亦都係兩位青年嘅演員，蘇玉橋先生、夥拍吳思榮小姐，夫妻檔嚟嘅。佢哋兩位咧係出身於香港八和粵劇學院。好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
代代出英雄，忠義滿門皆好漢。一心借取降龍木，破除妖陣滅那遼邦。哎呀！耳邊忽聽馬蹄聲，我舉目抬頭來觀那看。嚇！偷啊偷細望，我偷啊偷細望，似月裏天仙降，乍起乍驚倍感不安，嘲諷絕色使我不禁心飄意蕩。女英雄貴姓芳名啊？好話啦，山東穆桂英。哦，估到是誰？原來你就係木柯寨嘅穆小姐，真係素養素養啊！既知本小姐威名，還不讓路，意欲何為？穆小姐，末將乃三關主帥楊延超之子楊宗保，今天特來有事相求啊！原來你就係天波府嘅楊宗保啊！正是。今次上西安來人，令我深深印象，有幸逢良將，倍感歡快異常。小姐鳳鴨女，心中不禁樂洋洋，因有任務拜訪初相，不怕遙遠途長，唯盼直言講出真衣裳。穆小姐一心只欲借降龍木，希望你成牙全沒像降龍木。正是。將軍，你可知降龍木乃是鎮山寶物，披親皇上？非常當然知道啦。焉能隨便借他人，還望緣情多結良。穆小姐，若非破陣必須降龍木，我又何勞不惜訪嬌滑娘？恨無拒絕當遺限，否則左吳軍情就難輸量啊！我呸！你太囂張，太囂張，居然出口把人傷，須知穆桂英素來人骨強，要借降龍木。
怎樣？除非能勝我手中槍手，中槍看槍。哎，呸！你太披槍，太披槍，全身作梗，聽中央，中保勝剛強，何懼一雷將？你若然不怕死，就請一試楊家槍，楊家槍，看槍！
手中槍，仲慘過飲砒霜。無顏啊無面，任殺任斬啊，食專義，怕死不教，良要殺便殺。楊將軍，方才戲院官無心，勝敗等閒休假意，且息雷霆浪，聽我訴衷腸。愛君連笑，又應衣見君義勇保河山，代代出忠義，人人皆敬仰，願為比互相願孝廉之同並蒂，與君成美結，永世結鸳鸯衣。倘蒙答允鳳偕戀，此世投誠無意。呸！楊家將個個自堅強，山後女兒非對象，正邪難以配成雙，縱使有緣能遇上，奈何無夢往事也涼，快息痴也心，又亂想我楊宗保那是堂堂大元帥之子，你木柯寨只不過是綠林草寇，我哋係誓不能結為秦晉啊！將軍，你未免太偏見啦！木柯寨合意祖傳揚，我父也曾為宋將，從軍報國戰沙場，因被奸臣屠山上，莫非黑暴當強梁，貴應欲結近兵情，不是人物無教。
其言心暗蕩，敬他大義深明，人爽朗，無他一身武藝，性昂藏，喜他秀麗溫柔，飛野蕩，敬他情深一顆，贈檀郎。我又怕私定冤盟，會招罪狀，真令我心如扭亂，暗彷徨。穆小姐，夢你真誠一片，託終身，只怕我福薄無緣，登淵波。為父命最難當，何況了寇，正來侵，我還需力壓逃。抵抗何懼敵人聲勢壯，憑我一根紅龍木，定可殲心下禮謝紅妝，難得意外，誰稱我自覺此生不那往。得君眷愛心歡暢，雙雙對對情意長。喜慣追榮共唱，情無量對愛連強，永伴聽多樂暢，同下係百年真心相向。穆桂英啊，楊宗保天緣巧合，喜洋洋啊。